大家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有波牧师。今天1月10号，我们要分享的是乱世中的救赎，因你得福。我们要读以斯帖记第10章1到3节，只有3节哦。弟兄姐妹，我们先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申命记28章13到14节。上帝曾呼召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离开他的故乡、宗族，还有父家，往所指示的地方去。上帝对他赐下成为大国及蒙福的应许，但是也赋予他一个使命，就是叫地上万族要因他得福。那上帝也拣选了犹大子孙末底改，承担让犹大族得福的使命。那么面对犹大族的存亡之际，末底改他倚靠上帝，他勇敢的挺身而进，他不畏强权的胁迫，甚至千方百计要置他于死地。最终我们看到他信靠神，在最后上帝恩手保护他，逆转了他及民族的命运。最后我们看到他被高升当作宰相。经文也告诉我们说，他也是族人因他得福，并且得众人的喜悦。我们看到他活出好美好的见证。我们来看末底改，到底是末底改或者是以斯帖，哪一个才是英雄啊？这是一个尚未完全解决的关键问题。但是我们来看整个，如果你都看过，很明显好像是末底改扮演主导的角色，但是也是有以斯帖他勇敢的去见王，才能够完成这样的事情呢。所以其实可以说是一个团队合作了，没有绝对的答案。但是我们要从末底改来介绍他，就知道它的重要性。那这一段的介绍，就是把它放在这个历史的背景，他以犹大人的身份来出场。这个是指种族因为他是从便雅悯支派所出的。那从他的家谱便能看出他的重要性。那这个家谱可以延续到我们之前所说的跟扫罗王有关。那虽然他们是相隔几世纪，但他们拥有几位共同的祖先，那所以他与扫罗有关联性的重要性。那这个也是成为这卷书其余部分的重要元素，特别是提到末底改跟哈曼的冲突。那在这个经文里面提到末底改的经历流亡，不过这里应该是他的祖先基士被流放，或者末底改太老了吧，可能100多岁了。那这个和介绍经文同样的重要的事，就是他照顾他的堂妹以斯帖，后来把他认作是养女。那如此关照之情，很明显的和波斯人他们炫耀性的这样的一个习惯是不一样的。虽然末底改他非常照顾以斯帖，
但在忠诚上，他仍然持守这样的一个界限，不逾越。在这当中，我们看最重要便是他无视于国王下的命令，拒绝向哈曼跪拜。末底改已经在报告暗杀王的阴谋这件事上展现出，其实他对王是忠诚的，所以原则上他并非反对顺服这位国王，而是他必须在过着忠心的犹大人生活，跟面对身为波斯帝国少数民族的挑战，在这两者之间取得一个平衡点。他所不知道的就是他不向哈曼跪拜的决定，以及同时公开他犹大人的身份，将引发对全国犹大人的集体屠杀。他想不到了。那以斯帖记这样的一个这卷书很小心不将这件事情归咎于末底改，不仅是因为责备受害者是错误，更何况这一个起因是因为末底改对神的忠心在他逐渐从这个故事淡出，直到他被引荐到王的面前，那除了哈曼不得不遵从他的桥段之外，他对同胞的忠诚，他在力劝以斯帖就勇敢的采取行动，展露他对同胞的这样的一个忠诚。那他很小心将哈曼的犯罪意图与国家和平的重要性加以区分，在波斯法律容许的范围里面克服了哈曼的律令，并提升了犹大人在国境内的福利。所以我们看末底改他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政治人物，也显示出犹大人真的被掳的人也能够得到如此的地位，也经由他来引出普尔日的庆典。那也可以看他是一个很重要的宗教人物。所以我们看在这边末底改他展现出一个能够同时忠心又值得信赖的一个公民。所以我们看到他深受他的同胞的尊荣与爱戴，因为他为他们争取福利他也为了他们的子子孙孙谋求和平幸福。但最重要的是他对上帝的忠心是他的首要任务。他对上帝的忠心，对亲人的疼爱，以及为同胞争取幸福，他也为了他们的子子孙孙谋求和平幸福，成为一个美好的典范。那我想这个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来默想末底改他善用他的权柄，使王国与犹大人受惠，然而他备受人民的爱戴和尊崇。弟兄姐妹，你可以从末底改的身上学习到哪一些好的榜样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从你身上看到你的顺服，你顺服天父的心意，愿意牺牲，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忍受痛苦。你受鞭伤使我们得医治，你受刑罚可以使我们得平安。所以你让十字架从痛苦羞辱刑罚的记号，因着你的牺牲成为医治拯救盼望的记号。我们感谢赞美你。当我们仰望信靠你的时候，你就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
使我们有一天要回家的时候找得到这条路。我们感谢你，我们也祈求主圣灵来坚固我们的信心，不论我们是在顺境或者是逆境，我们都能够坚定我们对神的信心，对主的信靠，让我们衷心的信靠你的带领及相信你的应许，并且让我们能够活出使人得福的生命。主，这是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祈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记得上网填写问卷参加抽奖哦。我是尤伯牧师，祝福您一天都充满平安、健康、喜乐，祝福您每天都蒙福。我们下次再见哦。